2026年嘅花卉展今日就喺維多利亞公園正式開鑼啦！門票咧就同上年一樣，成人咧都係14蚊，所以咧非常之值得入去打卡㗎。雖然咧今日係第一日，但係已經咧係超級十分之多人啊！無論係賣花嘅攤位定係食嘢嘅攤位，全部都係人頭湧湧啊！今年咧除咗主題花紫羅蘭之外咧，仲有其他品種嘅花嘅，就係3種唔同顏色嘅繡球花啦，有藍色啦，又有紫色喎。咁我自己咧覺得最吸睛咧就係用花砌成嘅呢2隻紅鶴啦，好生動啊！仲有我覺得呢一區咧係幾特別嘅，就係港飲港式區啦，有花煎餅啦、飛機欖啦，又有可以入得去打卡嘅燒賣啦，仲有可以坐嘅缽仔糕啦，旁邊仲有一條長長嘅油炸鬼凳啊！當然一定有奶茶，同梗係唔少得嘅蛋撻同菠蘿包啦。最後必影相必要打卡嘅地方就係呢一片鬱金香花海啦。有去開花卉展嘅各位都應該覺得今年嘅鬱金香花海細咗好多啊！